家庭力学。迄天早时天气转好，西洋做垃圾水，一撮一撮的垃圾水为镜头遐悬的细细后尾窗仔流落来。外面的车喷起街路顶的细水，迄时天在变暗，毋过厝内面嘛在变暗。查某人到门口的时，查甫人伫困房当底钱衫入里行箱。我真欢喜你要离开，我真欢喜你要离开，你有听到无？伊继续收伊的物件到里行箱。我卡笑，我真欢喜你要离开。伊开始哭。你甚至毋敢甲我相对看，是无？然后伊注意到面床顶囡仔的相，就甲摕起来。查甫人看伊，查某人目睭切切的，掠伊认一个，然后越身行转客厅，甲迄摕转来。看好你的物件，紧出去。查某人无应，伊甲李行箱绑好势，穿好外套，甲困房4箍链转看一遍，才关灯。然后伊出来到客厅，查某人徛伫灶骹的门口，囡仔抱咧。我尾爱即个囡仔。你起笑色？无，我尾爱即个囡仔，我会叫人来摕伊的物件。不准你捌即个囡仔。囡仔已经在哭，伊掀开卡面头壳的毯仔。伊目睭看囡仔。查甫人行向伊。天公伯啊！伊退一步行入灶骹。我尾爱即个囡仔。你紧离开遮。伊越身，试要甲囡仔抱到路仔后面的一个角落。毋过查甫人过来，伊伸手过路仔，安然甲囡仔掠着。你放开！你走！你走！伊哭出声，囡仔面红记记，叽叽叫，手落中间，因弄倒一个挂伫路仔后面的花杆。查甫人甲查某人逼到壁边，试要掰开伊的手。查甫人掠着囡仔，故意规身的重量塔，甲伊放开！毋通安尼，你在伤害囡仔。我无在伤害囡仔。灶骹窗仔无光线，伫中间黑暗中间，查甫人顾一支手爬查某人地拳头尾的枕头仔，另外迄手掠着叽叽叫囡仔肩头的手骨。查某人感觉家己的枕头仔互爬开，伊感觉囡仔在离开伊。袂使！伊的手放开的时，伊大声叫。伊买得到即个囡仔。伊掠着囡仔的腰一支手骨，伊掠着囡仔的手目，身躯摕向后。毋过伊嘛毋肯放，伊感觉囡仔为伊的双手扭去，伊就大力甲扣转来。顾即种方式，甲问题来定着，